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部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2場5班1650米嘅同德威，第3場4班1200米嘅千杯競典，同埋第9場3班1200米嘅勇霸龍。至於2匹落飛馬精選，就落喺第1場5班1000米嘅辣德金，同埋第6場4班1200米嘅喵喵怪身上。沈舊同德威前季在新馬賽2節後插3班，但之後越跑越沉。今季43分起步，於田草1200米熱身後，前一場轉戰4班谷草1里，喺快步速跟前下輸3個馬位得第5，該仗前4名馬之後都有好表現。出邊仲有2隻，分別係卓越閃風、大愛當係香槍之星啊，內欄仲有隻同德威，最後100厘米，仗義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後邊噶嘛，卓越閃風鬥緊長勝將軍，最出仲有康槍之星，夜馬嗰匹係仗義啊！上場落5班戰同程，沿途走3碟望空之下，輸3個馬位得第6，之後轉入沈集成馬房，上從化做功夫狀態無聲，試閘又有好走勢。今次除開縫眼罩，重戴眼罩上陣，強配1哥潘頓，有權轉倉一出即勝。都將佢冚過啦，外邊同德威都追啦，內欄嗰邊呢仲係耀昌盛世啊，涉入邊上將咗和道威，最後100厘米全程路通外邊佔先，埋邊耀昌盛世2馬鬥緊，中間係和道威，接近終點耀昌盛世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全程路通。見到喺外邊追佢噶嘛，有千杯競典啦，超強60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越進之己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透出嘅馬呢，埋邊千杯競典鬥緊外邊超強60啊，中間咪只有越進之己，埋邊呢仲有競馬一心，最出係電信驕陽啊，接近終點千杯競典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內欄嗰邊啦，係樂河同埋星火燎原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千杯競典走甩咗個幾馬位啦，咁啊見到光輝所願外邊追緊上嚟，埋邊上噶嘛，仲有樂河啊，最入嗰隻係星火燎原啊，最後50米到千杯競典擺咗喺前面呢，都一放到底噶啦，第2名嘅馬呢，好接近啊，埋邊星火燎原，中間樂河。最後150米啦，蹦住外欄上嚟挑戰係千杯競典，咁啊中間呢就星際快車超強60，星際快車千杯競典超強60，3隻拋開晒。中間騰龍四海啊，外邊呢仲係幸運星球啦，入邊冇位嘅馬，金牌活力人人有餘啊，反而中檔勇霸龍追緊啦，富國兄弟上緊啦，外邊位置追仲有隻至尊貴寶，後多層嘅馬就佛良佬喎，接近終點勇霸龍，咁啊結果拋甩後邊嘅對手，夜馬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至尊貴寶。內欄追呢，仲有太子馬林中間上冚天鐵翼啊，出邊位置仲有隻太太精神，中檔位置係朝朝醒啊，最後100厘米精彩進帳仲係佔先啊，埋邊追有太子，外邊上仲有好節拍，接近終點第1名精彩進帳，似乎都係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相當接近啊，有埋邊位置係太子，外邊追好節拍，最出衝上嚟仲有隻太太精神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精彩進帳都能夠順利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。就辣得金貼咗外欄放嘅，拍住佢嘅嘛，有呢隻就輕馳千里啊，後多層，中間係呢隻辣得快啦，埋邊呢仲有包裝名將啊，響外欄嗰邊就展雄威，後多層啦，咁啊先見到個馬匹仲有運籌帷幄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呢隻輕馳千里一比落去就已經將後邊嘅對手掟到甩晒，而一出即勝啊，第2名嘅馬啦，辣得快啊，第3名呢，外欄位置運籌帷幄。最後200米到啦，聖萬金拋嚟咗個零身位啊，中間位置追嘅馬有辣得金啊，中檔位置上緊嚟呢，仲有呢隻同門門啦，大外檔係超強60啊，埋邊追上嚟仲有香珠樂韻，最後100米到啦，中間頭追係辣得金，埋邊位置係聖萬金，中間位置第3呢，仲有香珠樂韻，出邊追上嚟係超強60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嚟咗一啲主動型嘅馬嘅，聖萬金。放到最後50米有啲力弱，另一個金開始上嚟啦，辣得金上咗嚟，咁啊第3名鄉村樂韻
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喵喵怪啦，馬林中間係勇敢孖寶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，蕭盈喜仲係佔先少少嘅，勝多多就開始推進上嚟㗎啦。見到中間位置，賢者威風叫緊位，中間有理有我，出邊線路達飛大外檔，仲有呢隻過關勇士啊！最後100零米，蕭盈喜仲有優勢喎，內欄忍者傳承，中間有呢隻海南寶，外邊追上嚟過關勇士，贏馬嗰匹似乎埋邊，蕭盈喜。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有紅利，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咁啊拍住嚟鬥，外邊有佳運發啦，出邊花好月形呢個時候亦都追咗上嚟啊！內欄嗰邊係咩怪呢？出邊有2隻啊，自動自覺大外檔係冠金旗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外邊花好月形鬥緊埋邊咩怪，外邊上嚟嘅冠金旗贏馬嗰匹埋邊係咩怪。內欄追佢嘅馬有福星小子啊，中檔位置喵怪，出邊啊自合拍上緊嚟，大外檔搖搖日上，中間星之源，最後100自動自覺仲係佔先，內欄傳上嚟，福星小子追緊佢，出邊有喵怪接近終點，福星小子。